有朋友問，父母子女、夫妻親屬係唔係因為前世嘅因緣而今生再來相聚嘅呢？各位，佛家講夫妻是緣，有善緣有惡緣，無緣不成夫妻。父母子女是債，有討債有還債，無債不成父子。男女要結成夫妻，必須要緣分，若無緣分，任你百般追求，到頭來仍然係空嘅。而呢種緣分早就注定噶啦，但係注定嘅惡緣可以後天改善嘅喎。如果你知道改造命運嘅原理同方法，縱使你嫁到唔好嘅丈夫，或者娶到唔好嘅妻子，如果你能夠以真心、關懷心、忍辱心、寬恕心、包容心、無怨無悔咁對待佢，等過去嘅惡業抵消咗之後，夫妻嘅關係自然會大大改善，唔好嘅姻緣亦有轉好嘅可能，因為環境係隨心所轉嘅。所謂萬法唯心，心力強，能改變萬物嘅。根據印光法師文鈔講，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親戚，不外乎因為4種原因而今生相處在一起嘅。第一係報恩，第二係報怨，第三係還債，第四係討債。以父母子女嘅姻緣關係舉例嚟說明，如果子女係因為報恩而嚟嘅呢，佢哋會孝順父母，以報答親恩，或者努力學業同事業，光宗耀祖，令父母引以為榮。相反嚟講，如果子女係因為報怨而嚟嘅呢，佢哋會行為背逆，不聽教誨，時常令父母擔憂焦慮。如果子女係還債而嚟嘅呢，佢哋會供給父母資財享用，但係未必會孝順。相反，如果係要討債而嚟嘅呢，咁今生就會花盡父母嘅金錢作為補償，於是揮霍無度，嚴重者可能令父母傾家蕩產嘅。因報怨討債嚟共續前緣嘅夫妻子女，必會帶來沉重嘅怨憎會苦。咁點樣去應付去面對呢？佛教教導我哋要以冤親平等嘅心態去處理呢種苦況，即係以慈悲忍辱為本。對於冤家心無憎恨，要作樂意去報恩或者還債想。另一方面，必須懺悔宿業，勤修佛法，努力行善。呢種苦況必會漸漸減輕，情況係漸漸會轉好嘅。